收工去超市行個圈，最後推住架車出嚟，望住張長長嘅收據，心入邊暗爽，今日又撞啱特價，慳咗唔少。但事實係咪真係咁？今日就要同大家揭開一個殘酷現實。今時今日嘅連鎖超市早就唔係單純把貨擺出嚟任你揀咁簡單。從你踏入到電動感應門嗰一刻開始，你就已經踩入咗一個精心設計嘅局。燈光點樣打，貨架點樣擺，甚至空氣入邊飄咩味，目的只有一個，令你喺呢個舒適嘅環境下，不知不覺咁掏出荷包，買埋一堆你未必真正需要嘅嘢。下面呢13個超市最常見嘅古惑招，睇完你會發現，所謂嘅精打細算，可能只係剛好踩咗入人哋設好嘅局。第一招，陳列陷阱，一入門口就令你放低戒心。一，特價區開始，放你。門口啲飲品、紙巾之類堆到鬼死咁高，價錢又好似好平咁，通常係家庭裝或者量販裝，但其實呢啲就係令你放低戒心嘅迷魂湯。冇經驗嘅人行入呢啲超市，見到門口啲嘢咁抵，會好天真咁以為呢間超市性價比好高，然後就會放低戒心，推住架購物車瘋狂掃貨。但你唔知嘅係，呢啲係超市用嚟吊你落搭㗎咋。越行入去就會收埋好多價錢同其他超市差唔多嘅嘢，甚至部分價錢仲貴過出面藥房或者雜貨鋪。等你埋單嗰陣，你先發現，本來以為執到寶，點知俾多咗好多冤枉錢。二，視線誘導，精準掌控水魚最容易上釣嘅位置。超市會將利潤高或者存貨多嘅商品擺喺最顯眼嘅位置，高度同成年人視線水平差唔多，即係所謂嘅黃金陳列位。因為呢啲區域銷量最高，新手就攞到。而真正性價比高嘅嘢，多數需要你去貨架嘅角落頭彎低腰慢慢揾，或者要臨高腳望上頂層先攞得到。如果你懶得彎腰，就注定要做水魚。第二招，價錢套路，打折背後全部都係算計。三，虛構原價，先加後減。超市入邊嗰啲打折貨品特別吸引人，當我哋見到黃色價錢牌就會即刻衝埋去，覺得平時買一件嘅錢，而家竟然可以買到2件，係人都會忍唔住心動。如果你係經常格價嘅精明師奶，可能比較容易發現，件貨嘅原價其實都係咁上下。可對於唔成日行超市嘅人嚟講，就好似執到大便宜咁。呢個就係超市嘅慣用套路啦，因為有啲貨品嘅打折並唔係喺原價上打折，而係抬高價錢之後再打折，睇落好似平咗，其實折扣力度細到冇倫，甚至根本冇平過。所以你去超市買嘢一定要了解商品嘅平日價位，唔好以為貼個 sale 就係平。有啲商品咧打住活動打折嘅旗號，但所謂嘅原價咧都係假嘅。商家咧會靜靜雞將呢啲商品嘅原價抬高，然後再貼張好搶眼嘅限時折扣或者直降幾多蚊嘅標籤，令我哋覺得呢轉優惠力度特別大，實際價錢卻同平日冇分別，甚至仲貴啲。另外，佢哋仲會將一啲快過期或者有瑕疵嘅商品溝入去打折區，消費者一唔留神就會買到品質唔好嘅貨。或者原價根本都冇變，直接喺隔籬貼張限時優惠嘅促銷牌就算。更有啲促銷規則模棱兩可，滿減折扣嘅條件非常複雜，搞到顧客計唔清真實嘅優惠，不知不覺就踩入咗消費陷阱。你仲以為執到平嘢，實情係俾咗好多冤枉錢。早排就有超市因為虛構原價促銷被罰款，好多人買嗰陣根本唔知。四，買一送一套路深。超市嗰啲買一送一嘅貨，其實好多都係就嚟過期嘅臨期貨。雖然話臨期產品一樣食得，不過大部分消費者都係比較抗拒，所以只能用呢種買一送一嘅方式，嗱嗱臨清貨。另外仲有啲捆綁銷售嘅商品，例如買公仔麵送隻碗，其實贈品質素好差，膠做嘅又唔實用，攞返屋企仲阻勁。五，大包裝零食未必平。唔好迷信大粉更抵，好多零食飲品反而越買越貴。譬如話某牌子朱古力240克裝賣29蚊，120克裝只要12蚊，計落條數，大包裝反而仲貴咗。喺香港超市買嘢最緊要睇個價錢牌，細細粒字寫住嘅單位價格。六，稱重嘅零食價錢更貴，仲有啲斷斤稱嘅散裝零食，睇落好似好實惠，想買幾多都得。但呢啲零食入邊嘅麵包、豆乾之類，往往比較壓稱，稍微夾少少就好重，計落條數嚇死人。尤其是某啲豆乾入邊仲有一支好粗嘅竹籤串住，令到重量大增，非常唔老實。
變相利用緊買肉嘅價錢去買竹籤。第三招，健康包裝唔健康。七，零糖低脂更加唔健康。唔少低糖飲品、低脂乳酪雖然少咗糖同脂肪，卻多咗人工代糖同增稠劑，長期飲對身體反而係重負擔。最近有大型超市下架多款口碑商品，轉推某啲大牌子，就係同呢樣嘢有關。因為呢啲所謂專供版添加咗多種代糖，雖然強調低糖，但食落肚反而更唔健康，呃晒啲想減肥嘅人。八，全麥包基本係假貨。呢啲喺標籤上面寫住大大隻全麥兩個字嘅麵包，睇落顏色深色，好似全麥咁，其實只係普通麵包加咗麥糠、色素染深佢。真正嘅全麥粉含量少得可憐，就算價錢特別實惠，買咗都佔唔到半點便宜，營養價值同食白麵包冇分別。九，兒童專用係交智商稅。兒童豉油、兒童餅乾、兒童麵條包裝花嚟花碌，價錢翻倍，成分卻同普通嘅一樣，甚至為咗好食啲，有啲糖精、香精仲多，食咗對細路反而唔好。父母想俾最好嘅嘢，仔女往往就係咁樣中伏。第四招，商品本身有陷阱。十，生果拼盤用嘅係次貨。本來見到超市有賣切好嘅生果盤，仲以為商家好貼心，將幾種生果切好包埋一齊，可以直接食。生果盤唔單止價錢實惠，而且俾一次錢就能買到幾種生果，係人都覺得非常唔錯，特別係單身人士或者趕時間嘅打工仔。但係你想象唔到嘅係，呢啲生果都係超市入邊嘅滯銷貨，有啲生果甚至出現咗腐爛嘅情況。生果盤其實就係將賣相唔好、局部爛咗嘅生果削一削、切一切，重新包裝，睇落新鮮又高級，其實非常唔健康。我哋都知道，如果生果出現腐爛，咁成個生果都會俾霉菌侵蝕，並不利於我哋嘅健康。而超市卻為咗銷量忽視消費者嘅健康。雖話並唔係所有超市都係咁做，但我哋都要小心啲，最好係少買切件生果，除非係職員現場整俾你睇。記住，真正嘅靚生果係唔會攞嚟做果盤嘅。11，急凍海鮮冰衣太厚。超市嘅急凍海鮮價錢非常吸引你，好多老人家都排隊買。可係呢個時候你就需要冷靜啦，因為超市嘅海鮮返屋企蒸煮之後縮水，甚至達到80%。唔買唔知，買咗就知後悔。超市啲急凍海鮮上面嗰層冰簡直厚得嚇人，亦都俾你一種好大嘅錯覺。等你買返屋企煮嚟食就原形畢露啦。唔單止係咁，呢啲海鮮嘅新鮮程度都難以保證，可能仲會出現反覆解凍嘅情況。你見到平價錢都佔唔到便宜，因為你啲錢都去咗買嗰層厚一厚嘅冰咯。最典型嘅就係急凍蝦仁，出面裹住厚厚嘅冰層，解凍後縮水至少3到5成，甚至有啲仲打咗保水劑，食咗唔健康。所以即使睇落價錢非常平，都堅決唔好買，寧願去街市買新鮮少少嘅。12，超市免脂肉。超市買嘢主打一個方便，對於一啲打工仔睇落好友好，乜嘢食材都幫你準備好，返屋企直接煮就得。就好似我哋包餃子、整肉餅、包雲吞嘅免治肉。我哋知道喺屋企剁肉餅唔單止嘈住人，仲十分麻煩。剛好超市有賣現成嘅，何樂而不為呢？奉勸大家仲係唔好買超市嘅免治肉，因為呢啲肉餡大多嚟自一啲肉嘅下爛嘢或者邊角料。雖話邊角料都可以食，但俾同樣嘅錢，品質卻得唔到保障，而且攪碎咗，你根本睇唔出肉質係點。如果你就係唔想返屋企自己剁肉，亦可以喺超市揀一塊肉，然後叫職員當場幫你攪成肉碎，咁樣會比較放心一啲。第5招，收銀處最後一刀。13，收銀台附近貨架套路深。無論係人手收銀定係自助收銀，你都會發現側邊擺滿晒香口膠、電池、細包、零食、玩具仔等各種嘢，價錢唔低，利潤卻高得嚇人。呢個係最後嘅心理戰。趁你排隊等俾錢覺得悶，或者小朋友喺隔離扭計嗰陣，左望望右望望，就好容易順手攞2件中招。唔知你中咗上面邊幾招？可以喺評論區分享下你嘅中伏經歷，記得轉俾屋企人朋友睇一睇，免得下次再俾人坑。做個精明嘅香港消費者，睇清楚先好，俾錢。